有人話人嘅心唔係好大，不過如果將成個世界放咗落去，仍然係有空位嘅。個意思就係話，人無論係得到幾多個嘢，仍然係冇辦法得到滿足。冇錯，人心靈上嘅需要或者係內心嘅空虛，並唔係外在嘅物質所能夠填補嘅。所以有人話，人能夠征服外太空，但係唔能夠征服內太空。呢一種講法唔係庸人自擾或者係杞人憂天，亦都唔係自尋煩惱或者係心理作用，而係一個冇辦法逃避嘅事實。就正如我哋嘅身體缺水嘅時候，就算係不斷供應氧氣，亦都係無補於事嘅。原來人心靈嘅空虛係因為人喺罪當中同神分開，處喺一個敵對狀態而嚟嘅不安所導致嘅。只有靠住耶穌嘅血，使罪得以洗淨，並且得着救贖嘅生命，先至能夠得到從神而嚟真正嘅滿足。